Hi，我係堅叔。有人成世一支煙都冇食過，原來一樣可以患肺癌，而且喺香港呢類患者嘅比例比好多香港人想象中高好多。先睇香港最新數字，2023年香港有6111宗肺癌新症，仍然係香港最常見癌症。到2024年有3935人因肺癌離世，佔全部癌症死亡超過1/4。男性肺癌患者仍然多過女性。正式開始影片之前有個廣告時間，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不斷肚瀉嘔，冇晒胃口，搞到冇精神。川渝醫學級褐藻靈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加上高劑量桑黃，配合治療，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抑制異細胞達97%，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認住褐藻靈呢個名，陪你走過抗癌路。但有一個趨勢幾值得留意，2014至2023年男性肺癌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平均每年跌1.3%，女性就相反，平均每年升1.7%。香港男性確診肺癌年齡中位數係70歲，女性係68歲。值得講嘅係2025年一項由香港中文大學、港大同亞洲研究人員合作發表嘅肺癌篩查研究，文章開宗明義指出，香港接近一半肺癌患者係從未吸煙。呢個數字同西方人對肺癌嘅傳統印象非常唔同。不過堅叔要補一個資料上好重要嘅細節，香港 Cancer Registry 公開數據並冇將每年肺癌病例逐一分成吸煙、戒煙同從未吸煙，所以接近一半係最新香港學術研究對本地流行病學嘅描述，唔係 Cancer Registry 公佈一個精確到小數點嘅官方比例。將香港放返入國際比較就更加有意思。2025年 Nature 發表 Sherlock Lung 研究，分析871個從未吸煙肺癌患者嘅腫瘤基因組。研究團隊估計，全球大約1/4肺癌發生喺 Never Smoker， 但地區差異非常大。天津一個覆蓋全市由2010追到2019年嘅癌症登記研究，有82769宗肺癌，當中34%患者係非吸煙者，女性更加突出。2010年女性肺癌患者入面53%係非吸煙者，去到2019年升到62%。研究入面所有非吸煙肺癌患者有64%係女性。再睇美國7個州，2011至2016年超過12萬宗肺癌 ，Never Smoker 只佔12.5%，女性15.7%，男性9.6%。所以非吸煙肺癌喺亞洲並唔係一個罕見小眾現象。但有一點我想講得準確，佢亦唔等於肺癌同吸煙無關。煙草仍然係全球肺癌最大單一風險因素。只不過亞洲尤其女性仲有另一幅圖畫需要我哋理解。去到呢度就要講今集最重要嘅一層，非吸煙肺癌同典型長期吸煙肺癌某程度上真係有唔同生物學面貌。最明顯係組織類型。天津研究入面，非吸煙肺癌患者有76.7%係肺腺癌，現吸煙者就只有42.2%，即係見到一個從來冇食煙，尤其係亞洲女性嘅肺癌患者，醫生好重視嘅，通常係 adenocarcinoma， 同埋佢背後有冇可以針對嘅 driver mutation， 即係驅動基因。其中最出名係 EGFR。Pioneer 係一項大型亞洲前瞻性研究，1450名晚期肺腺癌患者入面，51.4% 驗到 EGFR 突變。另一項研究專門睇229名從未吸煙嘅非小細胞肺癌患者 ，EGFR 突變有48%，ALK 重排8.3%，KRAS 就只有3.5%，仲有 ROS1、RET、MET、HER2 等其他分子變化，今日都有機會影響治療方向。所以而家睇肺癌，單純問一句你有冇食煙已經遠遠唔夠，腫瘤本身嘅基因身份有時直接決定病人下一步食邊一類藥。呢個就係科學上最有意思嘅部分。其中一個答案係人體正常細胞本身隨住年齡都會慢慢累積突變。2023年 Nature 一項研究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模型，研究人員發現一啲表面正常嘅肺組織本身已經可以帶有 EGFR 或者 KRAS 等驅動突變，但有突變唔代表即刻變癌。PM2.5 微細懸浮粒子進入肺部之後，可以引起免疫細胞反應，釋放包括 IL-1β 在內嘅炎症信號，令本來已經帶有 EGFR 突變嘅肺泡細胞得到一個適合擴張嘅環境。換句話講，空氣污染有時唔單止似一個整壞 DNA 嘅人，亦可以似一個
幫本來潛伏嘅異常細胞踩油門嘅人。到2025年，薛洛亮再行前一步，研究分析28個地區871名 Never Smoker 肺癌患者，發現空氣污染水平越高，腫瘤入面 TP53突變、整體體細胞突變同端粒縮短亦越明顯。其中一種過往同煙草有關嘅 SBS4 Mutational Signature 增加3.9倍，SBS5 增加76%，即係最新證據開始顯示 PM2.5 可能既有促癌作用，亦可以同更廣泛嘅基因損傷有關。講返香港有3樣值得特別留意。第一係二手煙。1987年，香港一項研究已經比較445名女性肺癌患者同445名健康女性，從來冇吸煙嘅女性，如果丈夫吸煙，肺癌相對風險增加到 1.65 倍，肺腺癌就去到 2.12 倍。呢個係30幾年前香港本地已經見到嘅信號。第二係煮食油煙同室內空氣。2009年，香港一項研究有279名新確診女性肺癌患者同322名社區對照。研究發現喺非吸煙女性入面，累積煮食油煙暴露越多，肺癌風險呈現 dose response， 即係暴露增加，風險亦跟住上。真正值得留意係長年累積高溫煮食，加上抽風不足造成嘅污染暴露。第三係篤氣 radon， 鈦係天然存在，冇色冇味嘅放射性氣體。WHO 估計，視乎一個地方撐水平同吸煙率，疝可能涉及約3%至14%。肺癌長期平均濃度每增加100貝克勒爾每立方米，肺癌風險大約增加16%。另外，石棉、硅塵、柴油、廢氣等職業暴露，亦全部係 WHO 確認嘅肺癌風險因素。所以我冇食煙，只係少咗最大一個風險，唔係將所有風險清零。去到治療，非吸煙肺癌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特點，比較大機會可以落藥嘅 driver mutation， 例如 EGFR。以前晚期肺癌主要係化療年代，而家如果驗到特定 EGFR mutation， 可以用 EGFR 標靶藥 FLAUR。第3期研究入面，未接受治療嘅晚期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用第3代標靶藥 osimertinib， 中位整體存活期去到38.6個月。對照組第1代 EGFR 標靶藥係31.8個月，而治療今日仲繼續進步，所以肺癌病理報告寫住 adenocarcinoma， 尤其去到晚期，分子檢測係非常關鍵一步。反過來，免疫治療就唔一定係 never smoker 最著數嗰邊，吸煙造成嘅腫瘤通常累積較多突變，容易產生更多新抗原。部分從未吸煙 EGFR-driven 嘅腫瘤突變負荷相對低。一項整合多個免疫治療試驗嘅研究發現 ，checkpoint inhibitor 單藥相對化療嘅存活優勢喺有吸煙史患者較清楚，而 never smoker 組別就冇見到同樣明確嘅優勢。呢個唔代表 never smoker 唔用得免疫治療，真正意思係肺癌治療應該跟基因 PDL1 期數同整體病情行，而唔係用吸煙史代替腫瘤檢查。數據上，部分研究見到非吸煙肺癌患者存活較好。天津全人口研究入面，調整其他因素之後，非吸煙肺癌患者死亡風險比吸煙患者低大約20%。但呢個數字唔應該解讀成非吸煙肺癌比較輕，因為兩組人本身已經唔一樣。非吸煙者較多女性，較多肺腺癌，較少吸煙相關心肺疾病，而且較多 EGFR 等可以標靶嘅 driver mutation。呢啲全部都會影響存活結果。真正最影響結果嘅其中一件事，仍然係發現時有幾早。香港官方數據，第1期肺癌5年相對存活率係72.4%，第4期就只有7.8%，兩個數字相差接近10倍。所以非吸煙者最大嘅隱藏風險之一，反而係自己同身邊人都冇將肺癌放入考慮範圍，結果咳咗幾個月先去驗。最後講幾樣最實際嘅：持續咳嗽、咳血、胸痛、氣促、不明原因消瘦、長期疲倦或者肺部感染反覆出現，都係值得檢查嘅症狀。屋企有人吸煙，減少二手煙暴露，仍然係最直接措施。煮食長期大火煎炸，保持抽風同通風亦合理。工作上接觸石棉、硅塵、柴油廢氣，就應該跟足職安防護。敲氣方面， WHO 指出，家居可以利用簡單被動探測器量度，因為濃度日與日變化好大，最好測至少3個月，先比較接近長期平均值。至於照低劑量 CT， 香港政府目前未建議一般無症狀、平均風險人士常規照 LDCT。
傳統主要考慮重度吸煙高危人士。另一方面，2025年香港研究就提出將家族史等非吸煙風險因素加入篩查模型，可能同樣符合成本效益。呢個正正係香港肺癌篩查未來值得留意嘅方向。但研究模型同現行政府指引係兩件事。今日堅叔想留低一個觀念：吸煙肺癌同非吸煙肺癌都叫肺癌，但背後未必係同一條路。香港接近一半患者從未吸煙，令我哋更加需要由有冇食煙行前一步。家族史、環境暴露、組織類型同腫瘤基因。一個人從來冇食煙當然係好事，但身體出現持續異常都應該照樣認真處理。我係堅叔，呢度係癌友茶記，之後同大家繼續拆解癌症周邊值得知道嘅資訊同新聞。